好的哟，我要讲话了。好，耶！你不要拍到你。好，我今天有说，对人家来说，林志颖是女神，但林志颖是我的某种程度的家人。然后呢，谢谢，你看，就是谢谢志玲姐姐，就是曾经这么爱我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是我在演艺圈里面对我最好的人。就我在他面前都会很任性、很发疯，对，像个孩子。所以因为他自己的任性，所以他离开了我，所以他可能因为这一次突然发现自己做错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人都有做错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我们原谅彼此。我哪有找到彼此的爱，好吗？然后呢，我要把那个画画送给你，好不好？然后希望你都很幸福，给你亲一下。耶，好，用完你了，你去吧，去喝酒吧，去。音の最大にイエーイ这些人都疯了，这些人都疯了。家人起笑，开心开心。看这几个，大家是不是都在流口水？还要哭！哎，快点，一人一边了，来。哔哩哔哩。I'm married. I'm married. I'm married too. No, he hasn't. Hello.